咱就欢喜过一摆来到上帝殿前来敬拜伊。咱对你身躯边的主内的兄弟来握手问安一下。咱今日用两首的诗歌来陪伴咱的心。圣诗第18首，甲圣诗第160首。这两首歌诗歌都是咱最熟的诗歌，咱请苏金来弹一次。咱来请来吟。我是罗罗兄弟，主耶因我的背，天地万物三角音声，罗罗一大尊名，树木长河最大，向上大海关山。黑米大愿你因歌，仁爱公义交泽。我是摩罗兄弟，世间情人的背，空中会照金丝出声，哦罗一大主名，溪水草无人追，芳花过一月水，一更秋来凉风吹来，讲起伊大仁爱。我是摩罗兄弟，天的门开一家，虽然歹歹将士将去，公义稳当的心，心高人高的主，那尊你的自由，天的教会较做一家，应该归的兄弟。咱煞只来吟第二首的诗歌，是圣诗第160首。咱请书记弹一下。时刻我需要主，时刻我需要主极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伊就会欢喜。请。时刻我需要主，极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引导我心内，时刻教我伫地欢喜，我只好好去。我来救你，时刻我需要主，你若顾我，是咧
你位上帝，我们感谢我你，因为我伫遮来敬拜你，是凭告我有同一个信仰，我是信主你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我你，因为伫即个世间有真侪阮无法度掌握的，有关山有山谷，总是你甲阮伫地你时刻保佑，伊是阮的主，阮的上伴，阮的山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请你你用你的平安、你的信息，甲阮伫地对即个敬拜的时主头到落尾，你拢相甲伫我伫地。我们感谢你，安尼祈祷感谢拢讲告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咱闭目心来听候上帝降临，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，作乐。来啊！咱来唱歌，学到上主，咱来学到拯救咱的保护者，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就对伊唱欢喜的歌，
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。咱三个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18首，我心阿罗上帝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，圣诗18首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。伫今早起，你引带阮的脚步，互阮通平安顺遂来到你的面前，自执敬拜阿罗你。阮满心阿罗你，你创造天地，又搁差遣你的独生囝，替阮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因为信，罪通得到赦免，成做新造的人。阮也叫着耶稣基督会搁活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阮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伫个，因带阮通接受你的真理的教示，互阮来明白你的旨意，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，也来成做你的器具，为你所用。而且，阮恳求你提起阮内心的骄傲，愿意常常来甲你亲近，听你的指示，互阮明白家己的不足。阮所做的，拢是倚靠你的恩典，才通完成。上主啊，你知影，伫阮的中间，有个人身体强悍，请你的大权能来医治，或者个人犹原有喜乐甲愿望来跟对你。有时，阮会软弱、跋倒，求你赐予阮气力、勇气，愿意翻头来到你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伫你满满的怜悯甲恩典内面得到赦免、投放。上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予你。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你主宰万物。阮当向你求救，
请你祝福阮即个土地，互阮的社会和平。嘛，望你来看顾阮的教会，求你帮助阮有信心、有行动，伫世间人的面前来显明你的荣光。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，嘛顾别人的代志，用互相相听、关心、甲支持来担起你交代的大使命，互阮扩大阮的眼光，伫阮徛伫的所在做好见证，奉你的名勇敢来传福音，互众人拢明白你的真理，欢喜来跟对你。下面的时间，请你看顾，请信心甲阮伫个，开阮的心门，听你对阮讲话，互讲的听拢受到感动。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接下来咱来教读天英文第29篇，嘛是诗篇的第119篇。手头若有圣诗的，伫圣诗后壁会使掀起来看。课文第29篇，我来客兄弟来引。行为无通指责，即块人真有福气，听叹上主的教示，人真有福气。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追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甲要碎去。求你，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，互我袂意爱虚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煞到永远。接下来讲授上帝话，记载伫圣经箴言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来读，我用台语来读。我的囝，毋通袂记得我的教示，你的心着持守我的命令。安尼，你会长岁寿，好过日，享受平安繁荣。毋通互自爱甲真实离开你。着绑伫你的颔棍，刻掉伫你的心内。安尼，伫上帝甲人的面前，你会得到恩典甲好名声。着专心倚靠上帝，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。伫你一切的所做，拢着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。毋通看家己最有智慧，着敬畏上主，离开歹事。安尼，你的身体会勇健，你的筋骨会勇壮。着用你的财物甲一切偷水的土产献互上主。你的切疮就会满酒窟有新酒满出来。圣经读到这，这是来学了，请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为着美丽的地面。
这是请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题目是主是我的力量，毋忘性命。哈利路亚！真感谢上帝，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总会文艺中心来到咱教会请安报告。恳求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敬拜。牧师嘛期待今仔日咱会当为着文艺中心来关心、来奉献，互这个机构文艺传福音的事工会当继续来延续。今仔日我要用这段的经文甲咱三个分享。上帝就是我的溃烂、毋忘甲活命。上帝是咱的溃烂、毋忘甲活命。我常常伫教会，我咧牧会中间，我的兄弟姊妹问一句话讲：恁来教会敬拜上帝的目的是甚物？有足侪兄弟姊妹会甲我讲，阮来敬拜上帝，因为着主日上帝交代，所以阮着来敬拜上帝。也有兄弟讲，我着信仰祖先老我信仰，着每一礼拜爱持守即个安息日，所以我礼拜日拢会来到教会敬拜上帝。有兄弟姊妹嘛安尼讲，因为来遮有做兄弟姊妹做伙，一礼拜见一届，佫会当领受上帝祝福。另外兄弟姊妹，咱来教会来敬拜上帝，一个最要紧，就是要领受上帝祝福。领受上帝对于圣经内面所带来的祝福，这个祝福毋是讲活命，毋是讲讲财富的祝福，家庭的平安安定。这个祝福也包括咱生命每一天的改变，每一天的更新。因为咱的上帝是更新的主，活命的主，不断地改变这个世界。所以，咱来到伫上帝面前领受祝福，若是要领受上帝对天顶来的福气、财富、平安、健康，伫咱的中间，也毋忘迄个生命不断的更新、不断的改变，来影响着世间人。今仔圣经咱看了短10节，甲10节的圣经就讲起，咱一切的毋忘，拢在伫上帝的身上。第1节、第2节，伫遮讲咱要得到长岁寿，身体健康，世间带的平安，甲只有伊的条件是啥？我的囝，你毋通袂记哩我的家事，爱温存接受我的改变，安尼我就世间长的日子，长的岁寿，平安相属咱。有阿免无？有期待无？有期待要得到无？咱的上帝，你也对圣经一直看，咱会当了解，伊是欢喜祝福人的上帝。伊差遣耶稣基督，毋若
来这个世间，若要救赎咱，也是要祝福咱。耶稣基督对咱罪恶的中间间拯救倒转来，耶稣基督佫用伊的听，完全的听咱，佫透过伊的话来祝福咱。咱兄弟姊妹，今仔圣经上帝伫圣经内面讲，你们领受平安，领受地上长的岁寿，就是遵守我的诫命来行，听从我的律法来行，安尼，恁就要得到这的福气。什么叫做上帝的诫命？什么叫做上帝的法则？就是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吩咐、上帝的命令。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吩咐、上帝的命令，拢记载伫上帝的话语内面，拢记载伫这本圣经内面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大家拢有迄种的体会。那么遵守上帝诫命，遵守伊的教示来行，实在无简单，无简单，真困难。上帝教示咱讲，着爱遵守，咱的心爱接受，伊才讲咱的心着谨慎接受咧。伊的诫命，要行出来，要行出来，佫无遐简单，佫较困难。总是上帝讲，恁要得到活命，日子的久长，长岁寿平安。只有遵守我的教示，接受我的命令来行。确实，要趁上帝教示来行无简单，要一条一条行出来无很简单，真困难。今仔日牧师要用我的经验，甲咱三个分享，因我感觉真简单。为什么真简单？因为逐工你看上帝的话，爱温存看上帝的话，对创世纪看到启示录，你逐工看，看了佫倒转来看，看了佫倒转来看，看到启示录佫倒转来看，看到滚瓜烂熟，互上帝话成做你生命的规律、活命，成做你的避难所，成做你的亮光，成做你的顶牌。阿们。上帝伫圣经内面安怎讲？伊的话就是咱的规律，伊的话就是咱的顶牌，伊的话就是咱的避难所，伊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、路上的灯。咱兄弟姊妹，耶稣安怎伫约翰福音6章63节安怎讲？咱来看约翰福音6章63节。耶稣讲：互咱活的是灵，毋是肉体，肉体无利益。叫我们活着就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阿们。弟兄兄弟姊妹，你要得到活命，你要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圣神的丰富伫咱的中间，成就咱的快乐，成就咱的帮助，帮助咱逐工行出来，帮助咱逐工行上帝的话，读上，行上帝教示。就是互上帝话点伫咱内面，上帝话伫咱内面的时阵，你的上帝圣灵就充满伫咱的中间；上帝话伫咱内面的时，上帝话名就丰富显出咱内面。诗篇第1篇第20到第30，咱作息的经文，隐秘三思上帝的人，这个人有啥？就是有福气。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袂打去，伊要无性，伊所做拢一尽的亨通。阿们。这是上帝话，毋是你牧师的话。咱兄弟姊妹，你要得到丰盛，你活命要得到丰盛，你活命要得到丰盛，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，就爱亲像一丛树栽伫溪边啊，不断吸收水分，不断吸收太阳。养分，上帝讲，
恁所做都要一尽的亨通。阿們。这是我的经验。当你逐天看上帝话、读上帝话、读甲为创世看开始了，为创世看到开始了，看甲上帝话，拢完全充满你的时候，你会体会上帝逐天咧引带你头前的路。你要行东，上帝讲袂使，你爱为我爱你行的路是行西。咱来亲身体会这种的信仰。教会福音无啥物秘诀，教会福音就是你要常常经历上帝的恩恩，经历上帝的新约技术，经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咱有这经历的时候，咱才会当向见证。当咱有这经历更难分享的时，更难见证的时，人就会感动。上帝将感动的话放伫人的心上，透过你来带领。因来亲近上帝，来敬拜上帝。阿免。要得到活命，长的寿，平安在咱的心中。国语讲平安加给你们，就是要不要忘记我的法则。唔通袂记得我的教示，你的心要受我的改变。阿免。第三节、第四节，上帝安怎讲？唔通互主爱诚实离开恁，爱拔掉伫恁的颔棍根，爱刻掉伫恁的心内。安尼，恁就伫上帝的面前、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、甲有参与。这个祝福咱袂无？我相信大家拢袂。咱伫即个社会咧走动的时阵，咧拍拼的时阵，足期待讲有贵人来帮助咱，有贵人敢指引咱的路，咱会减拍拼足一年几十班的。后教人敢指引一条路的时阵，咱即条路要行会加足顺的，敢毋是？总上来讲，毋通互主爱诚实离开恁。爱拔掉恁的颔棍仔根，爱刻掉伫恁的心内，安尼恁就要伫上帝的面前、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，佮有好名声。阿免。什么叫做主爱？主爱就是行一切好事，对无？对。这咱拢做会到，总是两项代志吼，咱做袂到。主要就是行一切的事，第二就是啥？做光明正确的事，光明正确的事啊。第三是荣耀神、荣耀上帝的代志啊，爱将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啊。咱对约瑟的心中会当看见，约瑟为什么伫上帝的面前、甲伫人的面前得到稳定？有参名。咱知约瑟的人生，伊少年的时，伊11个兄弟都甲背互埃及人做奴才，伫埃及无碗无靠，总是圣经描写讲约瑟生者安怎真缘投，讲好生做。所以伊的祖母安怎？国语的圣经讲啊，好羡慕他，爱慕他，讲很爱慕他啦。圣经描写讲，伊的祖母、主人的太太讲，逐工拢恋慕伊啊，爱慕伊啊，啊，逐工甲伊引诱目背甲伊安尼啊，甲引诱啊。有一天，主人无伫个，破地方无伫个，主母的要叫约瑟啥？讲你来甲我困，甲我困，同寝同房，就是讲
行甲面，甲我做伙困。约瑟有安尼做无？约瑟若无做，若拒绝，佮甲伊祖母讲一句话，咱来记一个呗。约瑟甲伊的祖母讲，我哪会当做遮尔歹的罪来得罪上帝啊？我袂当做遮尔歹的罪来得罪上帝。真诚实、真光明正确，甲伊的祖母讲，做这样代志是毋对的。这若上帝无欢喜，人也无欢喜，连你我的主人嘛无欢喜。圣经安怎描写讲？约瑟甲伊的祖母讲，你是伊的某，所以讲阮也袂当做即种的代志。所以约瑟用慈爱甲诚实来款待上帝，甲款待人。虽然伊的祖母无当达到迄个目标生气，伊的主人倒转来，伊的先生倒来，无过甲迄个伫伊的主人的面前，无过约瑟讲。你带即个犹太人来到伫咱兜侮辱啦，安怎？所以伊的主人听到即个消息气到要死，生气，将约瑟关伫底啊，关伫监狱里。另兄弟姊妹，伫人的眼光来看，约瑟的人生已经无伊啊，受侮辱啊，歹名声。关伫监狱里，伊个是一个犹太人，是外邦的人，什么人会当替心愿？总是约瑟用慈爱甲诚实来款待上帝，款待人。圣经安怎讲？咱来看圣经。创世纪39章21节，我用国语版来读台语。总是耶和华上帝甲约瑟伫地，伊施恩，互伊伫各长的目睭前得到恩典。23节，既然伫约瑟手的所办的代志，各长一概不插，因为耶和华甲约瑟三个伫地。耶和华互伊所做，拢一尽会顺利行通。圣经记载讲约瑟伫上帝面前得到恩典，因为伊用诚实、用慈爱款待上帝，也款待人，所以得到上帝恩宠啊！那得到上帝恩宠，也得到各长的恩宠啊！各长将所有交来的代志，拢交代约瑟来办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记载讲，迄个各长看见约瑟有智慧，佮有上帝连甲伊三个伫咧，所以将一切家学、一切犯人拢交代伊管理，伊拢不插，得到上帝恩典，得到人的施恩典。弟兄弟姊妹，伫人来看，约瑟无毋茫啊；伫人的目睭来看，约瑟永远无前途啊。总是伫上帝目睭毋是安尼，因为伊用慈爱、诚实来款待上帝，也有好名声。阿们，阿们。伫感觉，佮发现一样代志，一个是纠正长伫咧法老的面前，伫服侍法老的纠正长，甲被众善长的对。圣经记载讲透早起来时，约瑟看见。因两个人的面带忧愁，纠正甲杜邦长甲伊讲，
讲阮暂时做一个梦，无人有法度讲圆梦。约瑟讲：敢是在地上帝啊？请你将你的梦甲我讲。你看遐，约瑟虽然上帝手术有解梦的文书，有这的文书，在地上帝吗？请你将你的梦甲我讲。阿门。没甲不共款，将恩光归予上帝。伊无将恩光归家己啊，伊将恩光归予上帝。迄个解梦的检是在地上帝嘛？请恁将梦甲讲。约瑟就照因的梦解梦圆梦，就亲像约瑟所解，纠正3天后恢复伊的原则。朱幕长3天后受调出来处死。出来时爱纪念我，因为我是犹太人啊，受卖伫这个所在，所以要是其他规整拢袂记这里啊。哇，约瑟实在失望。总是上帝有袂记这里无？无呢？上帝人。上帝要记一呢，虽然纠正袂记伊即个解梦的文典，总是上帝要记一呢。全埃及的术士、特殊拢无当个解梦，后来纠正了上帝讲：哎，我爱，所以就推荐约瑟互法老，法老就真欢喜，赶紧派人将约瑟拖出来。约瑟来到伫法老的面前，讲：约瑟安怎甲法老讲？约瑟甲法老讲：上帝要将平安的话赏赐你啦，伊才甲伊解梦啊。圣经记载讲，当约瑟解梦完的时阵，第41章。41章37、40，咱等下那看。约瑟甲法老甲伊的部下讲，甲遐人神讲，有遮尔有智慧，有上帝的神界三角得地，咱要去倒落来找啦。所以咱设立伊做埃及的宰相，来管理埃及全国。因为未来有7年的丰收，7年的经。所以需要一个有智慧、有上帝灵界三角地的人，所以咱设立伊来成做埃及的宰相。阿门，阿门。上帝讲，唔通互自爱生息离开咱，爱拔掉伫你颔棍仔根，刻掉伫你的心内，安尼你就要得到。上帝特别伫人甲上帝面前得到稳听，佮有参与。阿门。什么叫做自爱？毋是惊。自爱就是荣耀归予上帝利益正人的事，这才是事。咱拢无啥甲讲，无啥甲行。光明正确的事，咱今仔所欠过，就是将一切的荣耀归专心仰望上帝，唔通我靠家己的熬，伫你一切所行所爱认定伊。有记得无？咱知影雅各的人生，危机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拢靠家己的参名。圣经记载讲雅各迄个名，就是要掠掉、抓住，一生就是要抓住，靠家己的参名要抓住。伊得到大囝名分，嘛得到老爸祝福、大囝祝福。这2项伊拢有得到，对无？
总是这两项的祝福，伊拢有得到，共发动享受。有享受要甲杀死啊，杀约瑟啊，杀雅各啊。雅各听到安尼教，老母听到安尼教，雅各听到安尼，就赶紧啊，逃走去伊的母舅老板遐有无？啊！伫伊母舅老板遐，佫要暂时住一下，结果住几冬？20冬，伫遐做苦。总是若毋是上帝怜悯哦，伊的人生有够凄惨的。咱等看圣经，看伊的故事，伊安怎解啊？伊两个某囝，伊遐某囝讲，恁老爸吼，看我。苦楚我甲伊做苦工，伊嘛看见上帝祝福，上帝因为我祝福伊的财产偌济，我来时伊无，即摆吼财产有够济，羊群有够济，牛群有够济。啊，我吼，恁老爸拢叫我背啊，有无？圣经安尼写有无？咱就看，咱就知影。等于遐原来的所在，你的祖先的所在。你看遐，伫即摆咱的信仰常常离开上帝，上起初的疼，你着照安尼教示来行，就是啊啦。包括家己的惨命、家己的智慧、家己的经验，要得到世间的祝福，这两项祝福伊拢有得到，总是无法度享受。今仔日咱毋是看到真侪兄弟姊妹、真侪世间人，福气拢得到，敢有法度享受啊？无啦，足侪人无法度享受啦。因为圣经讲，箴言望伫第几章、第几节讲，若毋是出于上帝祝福啊，迄拢多忧闷艰苦，有无？若不是出于神的祝福，都带有忧愁啦。伊毋是世间的福气啦，毋是讲讲世间会当住伫佫较好，安尼生活佫较富裕。今仔日佫较要紧，就是有食，还佫有平安，享受的平安，身体的健康。毋通挖好家己搞，爱专心仰望上帝。李牧师作者见证，要讲袂了，今仔无时间讲。我一生的侍奉服侍，拢是光明正大，会当伫人甲上帝面前挂恩待我。无论是牧会，无论是伫生活顶面，拢祝福我。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，总是上帝恩待我，祝福我。你兄弟姊妹，上帝讲：你来专心仰望我，无我靠家己的高，伫一切所行事认定伊就要指引你头前的路。阿免。今日看卖，信仰就是要经历，才有新约基础出来。有新约基础出来，才有见证。有见证，教会就带来福气。今仔日咱的家庭有足侪只新约医师，病得到医好，祈祷得到医好。做啥物代志？祈祷上帝，互你所做的一切的顺通、献身、富贵有心。你兄弟姊妹呀，为什么？就看到新约基础啊，看见耶稣所讲的话是真的啦，有看到，佮经历到啊。所以耶稣在显现的时阵，12个先甲多马无看到，8天后，耶稣佮显明，互多马看，请你来摸我的手，请你来摸我的身躯。多马懵懵的讲：“嘿，啊，这个耶稣啊！”后来耶稣最后一句安怎讲？讲迄个有看见来信的哦，安怎？福气。等于兄弟姊妹，
建立上帝的上帝，讨望你的上帝，祝福你的上帝，引带你的上帝。咱若无这经历，咱都无见证，无信仰基础。你无信仰基础，就无见证，无见证，教会要安怎得到福气？咱讲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李牧师40天伫研究当教会，伫分享，伫看当教会，迄教会福气的拢就是信仰基础，生命得到改变，迄嘛信仰基础。伊自然就来信主啊嘛，你免甲招啦。阿免，专心仰望上帝。诗篇147篇，第10节到11节，安尼记载讲。耶和华上帝无欢喜马会力大，伊嘛无欢喜人的骹敖走。耶和华上帝只有欢喜敬畏伊、仰望伊出来的人。阿免。这是爱敬畏上帝，毋通倚靠家己的智慧，爱敬畏上帝，离开歹事。这就要医治你的肚臍，润得你的排骨啊，骨头啊，润得你的骨头。敬畏上帝，就是对上帝敬畏掠条伫你的心内，互你愿意听上帝的话，互你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，互你愿意将你的意志降服伫伊的旨意的下面，互你愿意安歇伫伊恩慈的中间，恩慈可畏的应允的内面啊！这就是敬畏上帝，互咱愿意将咱的意志，咱的意志降服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无简单吼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安怎描写上帝？称特别是啥？特别是合我心意的啥？萝卜啊！毋若我萝卜，也是我朋友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特别是上帝心意的萝卜？因为特别做每一样的代志，拢来到伫上帝面前，爱上帝同意，伊哪敢去做？虽然伊有计划，有心思，总是伊有计划，有心思，拢爱带到伫上帝面前，上帝应允，伊哪敢去做？撒母耳上卷23章第1节到第5节，安尼记载讲，大卫带着军队要对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基伊拉的百姓倒来的时，大卫倒来到耶和华面前请问上帝：我通去攻打迄个非利士人，通毋通？上帝对大卫讲：你通去攻打非利士人，佫会当救基伊拉。军队大卫的人对伊讲：咱伫犹大地遮，犹阁惊吓，何况到要往迄个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呢？大卫佫求问上帝，耶和华上帝回答讲：你通起身去基伊拉，我要将非利士人交代伫你的手，要将非利士的大军拢交伫你的手中。大卫第一来问上帝，上帝讲：你通去。总是伊的步啊，讲咱伫犹大还搁咧惊吓，恐慌惊吓，无信心就对。大卫看到伊的步啊，伊的军队惊吓，毋敢去。到第二届来请问上帝，问我较清楚的，上帝讲：你通去，我要将因交伫你的手。阿免。
这就是敬畏上帝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若有机会伫看圣经，为撒母耳上悬看到历代志啊，上下悬6卷，你甲看卖，看上帝安怎透过大卫建立这个王国。若无大卫哦，若无上帝透过大卫建立这个王国哦，以色列王国早就灭亡啦，无可能真正做世界荣耀上帝一个所在啊！你看上帝安怎叫伊处理代志，叫伊处理这迄个军队，叫伊处理10郡的11族的问题，无遐简单呢。以色列百姓12种呢，你看圣经看嘛，大家拢无要顺服啊，大家拢要做王啊。那这人的意思，伊有法度马上来做王啊？为什么？我提一个故事，就是扫罗一生就要追入要杀大兵，因为圣经记载讲啊，大卫的才能，大卫的地位赢过扫罗，所以扫罗嫉妒，所以想一尽办法要将大卫杀死。有一天，扫罗听着讲哦，大卫伊住伫迄个温基地、温基地、温基地，所以就调3000个军兵要追杀大卫啦。当迄个扫罗带军队到第二温基地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讲伊拄啊要大兵。所以入去当年，大卫拄啊秘伫当年。大卫的军队，大卫就无法甲大卫讲啊，讲上帝安排遮尔好机会，等你会进来，你会当时甲杀死，你会当马上做王。大卫有安尼做无？为什么无安尼做？大卫为什么无安尼做？因为大卫甲伊的部下讲，这是上帝所抹油的呢，我含一支头毛嘛袂当甲动。阿免？各位兄弟姊妹，足重要的启示呢，上帝所抹油的，我含一支头毛嘛袂当甲动。因为伊是消化上帝所割抹的。今仔咱教会，那亲像旧约圣经所讲的。我这先知来受害死，我这上帝老伯，互教会伤害偌大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咧想教会是安怎袂互轻？咱所做的是毋是敬畏上帝？上帝讲耶和华上帝是听迄个敬畏伊的人，仰望伊主的人啊！因为伊无欢喜人的力，无欢喜人亲像马力大，无欢喜人亲像人的骹咬走，伊只有欢喜敬畏伊、仰望伊主爱的人。阿免。伫圣经内面，遮有几百位拢记在遮，是咱伫记的中间，伫领受的中间。真少在伊想这代志，所以敬畏上帝，离开拜台，意思就讲，咱人生要行的稳定，就是要敬畏上帝。上帝应允咱做，咱就袂做唔对伊。咱若袂做唔对，咱会都平安。咱所做都会顺利，咱的心道都会健康，因为上帝甲咱相合伫地。最后，尊敬上帝。第9节、第10节，圣经安怎讲？讲恁来用恁的财物甲一切初熟的土产来尊敬耶和华，安尼你的册仓的确有要充满有春，你的酒槽。要有新酒溢出来，阿免。今仔咱伫世间咧追求，敢毋是安尼啦？今仔咱伫世间咧拍拼，敢毋是要得到财富？等者，倒咧个较好诶厝。上帝将会赏赐予咱啦。我常常咧甲
足济牧者，我伫高雄中会牧会25档，鼓励这少年讲，你毋免往靠家己的拍拼，靠家己的计谋伫牧会，趁上帝旨意。我甲足济牧者讲，我你牧师娘甲对我伫牧会，一个月社你也无领比恁较济，总是上帝祝福比恁较济。上帝祝福我2个查某囝，逐个真孝顺。大汉查某囝，上帝应允伊做牧师，我就甲献身。伊感动献身，我嘛同意。第2个查某囝考到律师，上帝爱个做律师做2档，爱个献身献互上帝讲好啊，无你做行这条路。因为上帝赏赐伊有智慧言语的恩膏。过去我喺牧会教会，我常常办足济特会，邀请足济外国的牧师来我教会来分享。这牧师有诶有预言恩膏的恩赐、医治的恩赐，所以迄阵办足济这医治的恩赐、圣灵充满的恩赐，这特会、释放特会，所以了后拢会为着阮2个查某囝祈祷。我足清楚诶，有2个牧师为着阮大汉查某囝祈祷是讲啊，这上帝要竞选你，你以后要做牧师甲牧师娘。啊，第2个查某囝甲手讲哦，上帝赏赐你，伫你诶内面有足济智慧言语的恩赐伫你诶内面。无讲你着爱做牧师来献身。了兄弟姊妹，我第2个查某囝要行这条，我心是足挣扎的。做牧师足艰苦的啦，做牧师，人讲伫教会有地位嘛，无一定拄有地位啊，很挣扎，很挣扎。总是上帝，伊讲伊欢喜，我都同意。弟兄姊妹，尊敬上帝，尊敬的意思是啥？孝顺的意思，只能咱咧孝顺咱的许大人。当咱遮做爸母的，看见囝儿孝顺咱的时，咱的心面欢喜的呗。足欢喜的。当咱做爸母看见囝儿孝顺咱，毋若关心咱，毋若听咱、陪咱，搁常常用好的物件来款待咱，咱的心会足欢喜。爸母嘛常常会伫众人的面前、亲人的面前讲：哦，你看阮这2个囡仔对我偌孝顺的。所以，心感觉安怎真荣耀啊！伫人的面前有得到荣耀啊！你着受尊重嘛，就是荣耀嘛。了兄弟姊妹，上帝讲，恁着用恁的财物甲初熟的土产来献互我来尊敬我就要祝福恁，互恁的职称充满有春，互恁的酒困。溢出来，这个1/10的奉献，这个财物的奉献，咱爱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。伫民数记18章21到30，当然咱有时间来看就好。这个教导里面讲着啥？讲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将出产的1/10献予上帝。迄个意思有2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要酬劳利未人的劳苦啊，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，对不对？上帝透过摩西讲啊，讲利未人你是专心伫上帝圣殿咧服侍我啊，服侍上帝人，所以恁袂使有产业。
所以伊甲透过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，恁要将迄个十分之来奉献出来，再来奉献出来，这个十分之其中的十分之才起来奉献给上帝啊。大部分就是要互迄个利未人因生活通用的啦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利未人就是服侍上帝遮的圣殿的事务。咱伫初代会当出来记会当看利未人，若伊说必是带牵涉到多元性，因着咧装帐篷，对无？约柜啊，到一个所在来起帐篷，啊个将个约柜往好势，伫服侍上帝的事工。所以十分之的奉献出来，毋是上帝拢该起，是要互这利未人的生活通用啊。这对十分之的中间起十分之来做这献奉献的上帝啊。这是记载民数记18章24节到26节。好，所有的弟兄姊妹。上帝伫圣经讲，伊毋是爱咱的财物啊，伊是咱万福的上帝，是爱咱遮，伊就是要款待伊所拣选的利未人，伊的奴仆。圣经记载讲，酬劳利未人啊，愿上帝祝福咱。今日短短10章那点，咱世间所想的毋茫，所期待的毋茫，拢伫这10节的圣经内面。你要得到长岁寿，世间的年纪久长，平安，就是听从上帝的教示，遵趁伊的诫命来行。咱要伫上帝的面前、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听有参名，就是毋通互主爱诚实离开咱。咱要得到上帝的指引，伫这个世间的路行得稳定，就是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高。伫一切事的顶面爱认定伊。咱要得到身体健康，要得到百骨的伦德，就是要敬畏耶和华，离开拜拜。咱要得到财富的充满，你的仓库充满有剩，你的酒库溢出来，就是要将你的财本初熟的妥善，尊荣耶和华。愿上帝祝福咱。也愿咱欢喜来经历这种的应允的信仰，互咱搁较侪见证，较侪分享。当上帝荣耀咱的神，就是讲，当上帝应允愈侪伫咱的身上的时，咱的家庭、咱的身体、咱的家族都得到荣耀，就愈侪的分享，众人就看起来归荣上帝。那亲像撒迦利亚书第8章所讲的，遐外邦人看到以色列百姓讲，阮看见上帝甲恁相较伫地，阮也有缘甲恁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上帝，好无？阮看见耶和华上帝甲恁相较伫地，阮有缘甲恁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上帝，好无？阿门。咱三个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对你所讲出一切话无空空倒转，到伫你遮，要成做你所祝福伫众人的中间。主，这是你伫以赛亚书55章所应允。讲雨势降落，无空空倒转，你的话所讲出，也无空空倒转，到伫你遮，要成做
你应允祝福伫世间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愿阮会当领受即个应允，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伊嘴所讲出一切话，无空空倒转，要成事，祝福伫阮的中间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唱诗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第160首，时刻我需要主。大家来起立，来吟全首。圣诗第160首。请坐，这是咱的奉献，培养上帝听甲恩典，请事先同工。三甲来起来唱圣诗380首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欧罗利，要像这个信息所讲的，我们在经历修事，我们要甘愿行你做器具。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献出我一寡金钱做你的圣工更较愿意，互侪也未捌你的人捌你。我们感谢欧罗利，安尼祈祷感谢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是来报告教会的消息。今日主日是文治传道奉献的主日，欢迎李牧师来代表教会广播社请安。今日黄牧师代表广播社去新屋教会了吼。我时间交你。迄个今仔日是代表教会广播及文艺中心来请安报告，遮有一个短短2分钟的影片吼，互咱看去，互咱来看。希望咱会当继续来关心即个机构的事工。咱知教会广播是透过文艺在传福音，透过文艺帮助咱伫信仰的顶面更较侪看见。希望咱透过这影片，咱继续来关心。圣经顶面记载，有一个变碎的有死的好朋友，跟伊来就近耶稣。耶稣看见因的信，就对变碎的讲：“细囝，你的罪赦免人。”的确，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台湾教会广播社长期以来，透过着文字，透过着刊物，透过着出版，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，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，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。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，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，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。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，电脑拢有法度做到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。台湾教会广播产生这优质的内容，探讨教会议题，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。台湾教会广播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，所以对3712期开始，教会广播要全面换做大字版，互大家咧读的时阵，有更较好的体验。甚至教会广播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，包括母语，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，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我对广播社会读到遐个社论，我特别会读，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，我会足感动。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倒读，拢对广播社的教会广播读到遐个神学家，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、解说神学家的资料。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。有做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，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，拢无倒退，无灰心。我无论拄着枵饿，还是富足，我拢留恋；无论是食饱，还是枵，我拢总留恋。踮伫迄个小事快乐的上帝内面，伊逐项都拢会。这一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，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，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，还有这些做写作家，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，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，其实他们是很快乐。我是因为神爱我，
神爱我们，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。耶稣的命令说：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感谢主，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，恁对阮的关心，对阮的带导，对阮奉献，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。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公报社的好朋友，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。愿主赐予咱大家，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。多谢。请大家绕阵来关心啦吼，今仔周报夹这个奉献伫内面。继续来报告。福利团契拜三有一个课程是迄个热爱生命健康促进班啊，这是这礼拜是第3摆啊吼。请大家踊跃来参加。另外是拜六的教理的课程啊，嘛是这礼拜嘛是要上第3摆啦吼。拢总是6摆啦吼，请大家有兴趣的拢来踊跃来参加啦吼。关怀组这礼拜拜访的名单大家看一下，若有参与的人就一直来到阵来出席。赞美操，伫关心胜利堂有一个认证课程啦吼，有兴趣大家春季知识来接触。玫瑰宴会儿童的是8月初3到8月初5，伫咱新店性格学院。青少年的是这几天已经应该是新店嘛，我已经是办过了吼。继续。即马阮暑假拢拜到拜五，其实毋是讲暑假，已经早就开始啊吼。周一到周五暗时9点到早起9点开始，但是我看到的是差不多是下课以后啦吼。但是暑假可能会人多一点啦。第607还有金溪长老有咧看囡仔读册啦吼。顶礼拜主日，阮有30几个人去马太古道，这是小北月小组办的活动。这圣水不是无足忝的啦，但是圣水好耍的吼。昨迄个上帝传奇去洪恩教会，迄个金甲布道会，这是相片，大家看一下。紧来看过啊。咱这样唱祝福切献的诗397首，请起立。愿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帮助，甲恁大家三角之地，也甲恁的亲族、恁的子孙三角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谢谢绿岛线会